各位所敬听咱高灵教会中级兄弟、廖牧师娘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搁一遍来到咱的中间，甲咱做伙敬拜，嘛，搁一遍看见咱高灵教会伫陈师傅牧师引带中间，咱常常伫上帝听甲祝福的下面，得到上帝搁较大的祝福，互咱每一个人拢尽忠成做基督的门徒。请咱搁一遍三个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，特别也赏赐阮人类有你的形象，互阮的一生会当时刻亲近你，会当甲你有生命的结连，会当体会你怎样疼惜阮，甲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看作宝贝，常常通过圣神的保守甲引带，互阮的一生来成做荣光你利益众人的生命。恳求你，搁一遍通过你的话来提醒阮，互阮的一生会当归荣光，也会当互你的国度日日得到光华。祈祷、恳求、感谢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拄好咱有吟圣诗113首，咱敢知影这首圣诗的作者是啥物人？应该知影较对吼，因为无论过去。咱的旧圣诗523首，即嘛新圣诗650首，拢敢若扣一首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也是讲全世界长老宗、改革宗的创始者加尔文牧师所写的唯一的一首圣诗，就是拄仔咱所吟的113首。旧圣诗是伫152首。总是我毋知影，咱咧吟的中间，你有安怎去感受？加尔文做一个上帝的奴仆，伊怎样通过这条诗歌来做伊的信仰告别？伊怎样通过这条诗歌内面足清楚咧讲起着我所信无空空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一开始咱咧吟的中间，咱看见讲，我来调见你，救赎我的主，我。唯一的倚靠，各位亲爱兄弟，每一遍当你来到伫高灵教会做礼拜的时阵，咱抱什么款的心？咱的生命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告别？亲像加尔文共款，你是唯一我所靠，我所信无空空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加尔文是用这款的生命，用这款的信仰告别，来甲咱讲。一生生命是上帝所赏赐，若毋是上帝，我什么拢毋是。这是咱所相信的长老宗的信仰，这是今仔日台湾基督长老教的信仰精神，这是今仔日全世界将近500年改革宗甲长老宗上重要的信仰精神甲信仰告别。所以每一遍，当你来到伫教会的时阵，亲像拄仔咱咧。读诗篇15篇，15篇是一个诗篇咧，强调着作者怎样，伊要拍拼去到耶路撒冷，去到圣殿，要来朝见上帝。伊抱什么款的心伫咧中间来亲近上帝，就亲像咱即马共款。咱期待伫礼拜日来到高灵教会，会当看到咱所听陈牧师所有中级兄弟。因为今仔日是一个欢喜的日，是耶稣基督过活的日，是上帝要搁一遍召集咱，以上帝听甲祝福，来彼此得到祝福，得到扶持，得到帮助的日子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你是毋是抱这款的心？你是毋是这款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亲像诗篇15篇的作者共款，遮尔刻薄来到上帝的殿院？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其实做礼拜袂当勉强，亲像你逐日要亲近上帝，嘛袂当勉强。你要读圣经无爱，你要祈祷无爱，你要吟圣诗也是无爱，你要偌久的时间互上帝，拢是咱每一个人家己你甲上帝的关系内面，你要去决定，你要去选择，无毋对。信仰嘛是共款，伫你甲上帝的关系中间。你怎样去确信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的地位是啥？无人会当替你做决定，
无人会当替你做选择，无人会当替你回答，只有你家己爱去面对，你怎样咧看你甲上帝的关系？这个关系是你逐日24点钟你咧回答的问题哦，毋是干那讲主日礼拜来遮，牧师问你，中正问你，你才咧回应，毋是呢，是你逐日每时每刻，包括你咧面对艰难困苦，包括你无法做决定的时阵，拢共款。迄个时阵，拢是你的信仰怎样咧帮助你，互你真正确信，我是基督的门徒，我毋是为着家己，我是为着基督来我。咱张老庄的创始者加尔文，伊的一生就是安尼拍拼努力，一切归荣光上帝。毋是我外交，毋是我会当做啥，毋是我偌有智慧，是因为上帝的关联，我今仔日这个性命会当帮助别人，会当将这别人的祝福，会当归荣光上帝。当咱古田教会咧庆祝60周年的时阵，当日咧回顾过去60年的中间，伫1958年开始到伫今仔日2018年，上帝引带咱古田教会怎样一步一步，今仔日成做一个上帝所赐福的一间教会，成做耶稣基督伫地面上活我有见证、有气力的教会，是要靠咱每一个人。可能每一位伫古田教会，伫遮个别，我们诚做基督门徒的每一位兄弟，咱共同伫即个中间，要来相甲拍拼甲努力。早起特别通过拄仔所读的诗篇15篇，咱会当对3方面相甲来看。今仔日咱怎样会当每一个人，拢真清楚拍拼学习，来诚做基督的门徒。诗篇15篇伫咧中间，要甲咱讲，要来条件上帝是无条件的啦。总是当你来条件上帝的时阵，你的目的伫倒？你为什么要来？然后你条件上帝了，你要做啥？这是今仔日咱每一个人伫你每一个时刻咧亲近上帝的时阵，拢咧问的问题。各位兄弟，早起诗篇15篇甲咱讲对3方面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讲做基督的门徒。第一，基督的门徒是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。讲做基督的门徒是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。诗篇15篇第2节安尼写：真正会让亲近你的人，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的行为是正直的人。伊做事是公义，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基督徒今仔日咱行为正直的前提是甚物货？是因为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要活出上帝的旨意，所以咱来亲近上帝，伊的条件就是咱愿意听见上帝的命令，咱愿意顺服上帝的指示，顺服上帝的要求甲提醒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，灵修基督礼拜的目的，意义的目的，就是要实践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每一遍，包括今仔日早起咱来做礼拜，包括咱家己每时有机会伫遐读圣经，伫遐祈祷、吟圣诗、亲近上帝的时阵，意义的目的嘛是同款，要了解上帝的旨意，然后来实践上帝的旨意。这是咱每一遍当咱咧亲近上帝的时阵，咱来用这款的心，谦卑顺服伫上帝面前来亲近上帝。若无，请你唔好亲近上帝。听好清楚，各位亲爱兄弟，你若无用这款的心，你亲近上帝，你是咧欺骗上帝，你是咧亵渎圣神，因为你的心无真正讲阿免。各位亲爱兄弟，诗篇15篇甲咱讲，你若毋是真心要亲近上帝，请你唔好亲近上帝。你若毋是真正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你嘛免读圣经，因为你都无想要了解上帝的旨意，你无想要听上帝的命令甲教示。请问你亲近伊要创啥？
要互牧师看的吗？要中职讲我今仔日来做礼拜吗？毋通下暗敲电话来甲我讲，啊，你为什么早起要来礼拜？你是为着安尼来礼拜的吗？各位，你今仔日是甚物款的心咧亲近上帝？诗篇15篇搁一遍甲咱提醒，真正基督的门徒是用敬虔、谦卑、顺服上帝旨意的人，才真正亲近上帝。2005年甲2013年，当我有机会伫义工教会8年伫遐做牧师的时阵，我常常会笑念一位，各位常常有机会看到伊，总是你看到伊，通常拢伫街头，无就伫电视顶面看到伊。恁真少亲像阮义工教会兄弟共款，阮是伫礼拜日的时阵看见到伊怎样伫主日礼拜中间，伫教会生活中间来学习做基督的门徒。我咧讲的是大道联盟永远的主席叫做黄交通主席，伫阮义工教会，阮叫伊交通兄。伊常常来做礼拜的时阵，拢真谦卑，讲话嘛真客气，无亲像伫街头甲电视，你若看到伊用大声为着台独运动，伫遐出声出力，用性命为着台独运动伫遐奉献家己。包括32年伫日本做乌名单袂当转来，伊有缘伫迄个中间咧学习，怎样用性命甲台湾的命运结连做伙。各位亲爱兄弟，真侪时阵我伫讲台顶看着下面阮的吟圣诗的时阵，食龙囝徛菜伫走廊啊，因为真大苦，无法度徛伫椅仔甲椅仔中间，伊徛伫走廊啊，咧唱圣诗。你看到伊伫遐吟圣诗，哪吟圣诗哪流目屎。你看见伊的性命怎样伫迄中间去体会上帝甲伊的关系？若毋是上帝，伊袂当做今仔日伊所做的一切代志。2007年，义工教会25周年，阮出一个特刊。这特刊中间，阮特别拜托伊写一篇文章，做伊的信仰的一个回忆甲告别。结果伊写的文章题目叫啥？叫做《黄交通忏悔录》，黄昭堂忏悔录啦。忏悔录内面咧讲啥？伊讲我无资格做基督徒，因为我无真心真意听主耶稣基督，听上帝，总是感谢上帝遮尔听我。我常常爱用我的一生，用我的性命来学习，怎样将这上帝所期待的门徒。各位亲爱兄弟，这是我义工教会所看到，嘛是阮义工教会正兄弟所看到。一个伫外面人安怎看伊，总是伫教会中间所看到，是怎样伊真正咧学习谦卑顺服上帝旨意，用性命来跟对耶稣基督。这是今仔日当咱咧正做基督徒的时阵，伫诗篇15篇头一个咧甲咱提醒，咱怎样常常会当用谦卑、敬虔、顺服上帝旨意来到伫伊的面前，咱的性命才有可能学习成做基督的门徒。第二，诗篇15篇搁较进一步要甲咱讲，成做基督的门徒是真实用性命归荣光上帝的人。成做基督的门徒，除了爱谦卑顺服上帝旨意，搁较进一步爱真实用性命来归荣光上帝的人。诗篇第15篇的第3节到第4节的上半段安尼讲：伊无用喙舌中伤人，伊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来诽谤厝边，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发现我读的甲恁读的无共款，对无？因为我读的是2013年咱台湾基督长老教新翻译的台语的圣经。这本圣经，各位若有机会去看，伊是白话字甲汉字做伙。因为咱2009年已经有翻译新的台语的圣经，当时是只有新约，这本包括新约甲诗篇甲箴言。因为即马旧约咧翻译的中间，所以咱无法度出规本新的现代台语译本，总是这本内面已经有新约
有诗篇，有箴言伫咱的中间。我常常伫国教会讲道，我会鼓励咱爱读这本，为什么？这本对咱的教会姊妹足重要。这本圣经内面吼，你讲到保罗批信的时阵吼，原来哦，你即马读的旧的圣经，包括咱的1933年巴结咧版的圣经内面翻的时阵，保罗批信拢敢若讲各位亲爱的兄弟尔，拢无讲到姊妹哦。但是我甲你讲，这本吼内面保罗批信一开始，伊若批信内面写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。我甲恁借问，初来教会有姊妹无？有啊，足侪啊。为什么咱毋敢写？袂使写，因为迄时阵叫做犹太人的大查某人主义，查某人无算做人，所以毋免写出来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即马拢爱写出来，为什么？肯定男女伫上帝的创造中间，拢是上帝看作宝贝性命。所以我定鼓励讲吼，咱姊妹要要求牧师讲道要用这本新的圣经啦，内面会提醒着女性姊妹伫教会上帝的中间重要的角色。我拄仔读的意思是要甲咱讲，诗篇15篇第30甲第40伫遐咧提醒，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器官你若甲拆开，每一个器官无值什么钱，总是这个器官合起来。讲做一个人的时阵，这个人却要伫一生的中间，通过咱这个人，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啦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基督徒今仔日咱的一生，对咱的心思意念、咱的生命展现、咱人际关系、你的社会生活、你的国家认同、你一切人生的目标，若要照教你们的要求，就是一切用性命来归荣光上帝。那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捌想过你的生命的目的是啥？你敢捌想过，当你活偌久，无论你活几年啦，你的目的，你生命伫世间的目的是啥？是为着名，为着趁钱，为着生活会当真快活，还是你要亲像加尔文牧师伫遐所讲的，一切归荣光上帝。无咧归荣光伫人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讲，对哥林多教会以及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咧提醒讲，恁无论做甚物，无论啉也是食，拢爱为着荣光上帝来做。保罗当当时对加尔对这个哥林多教会提醒，到伫今仔日共款，咱每一个基督徒常常爱去思考。咱所行所做一切，是毋是有归荣光上帝？所以，咱长老教会创始者加尔文特别到伫伊要临终安息进前，伊特别交代一项，袂当替伊做墓碑。为什么？伊讲：恁若替我做墓碑，人会笑念我蒋卡尔文倒一年出世，倒一年离开世间，转去上帝遐。当你看到墓碑安尼写的时阵，常常拢袂记哩。当你笑念一个人的时阵，若毋是上帝的关联、稳定甲疼痛，这个人一生什么拢毋是啦。各位亲爱兄弟，这加尔文坚持无爱互人替做墓碑，到伫今仔日无人找会到伊安葬伫什么所在，因为伊的目的是啥？伊要去抢夺上帝的荣光。伊要互人讲加尔文偌伟大，创造长老宗，创造改革宗，毋是。伊要互人笑念的是啥？上帝的关联、稳定甲疼痛。若毋是上帝，咱人什么拢毋是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加尔文的提醒，互咱常常咧学习，真做长老教会信徒，咱的一生。所做就是要归荣光伫上帝，无要归荣光伫人。这包括咱长老教会常常提醒，教会无要用人的名来特别笑念伊，因为笑念伊其实是咧笑念伫伊的心上，上帝无尽的稳定、疼痛甲关联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当咱要将这基督的门徒，咱就要学习，真正用咱的生命来归荣光上帝，才是基督的门徒。第三，上重要嘛，上困难的一项，诗篇15篇要甲人讲的就是，
咱就要甘愿牺牲受苦来祝福别人的人，才是真正基督的门徒。甘愿牺牲受苦来祝福别人，这才是真正基督的门徒。诗篇第15篇的第4节的后半段甲第5节安尼讲：伊咒詛虽然家己揭开，嘛无改变；伊钱借人，毋是为着利息；伊无收贿赂来陷害无辜的人。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会永远徛在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家己揭开，咱嘛欢喜甘愿，因为上帝爱咱行这条路。咱钱借人，毋是为着要，互伊搁较艰苦，要甲伊摕利息。伊就已经遮尔困难了，再甲你借钱，你今仔日甲钱借伊，竟然要搁较讨利息。各位亲爱兄弟，诗篇15篇甲咱讲，真正愿意家己牺牲受苦去祝福别人的人，会永远徛在啦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做基督徒，毋是真正亲像一条诗歌讲我有平安哪刚好，干那我家己有平安哪刚好，真实的，迄毋是基督徒。你若干那顾家己，足实的，你嘛毋是基督徒。诗篇15篇要甲你讲，你若无去看到兄弟的艰苦，你若无去负担的时阵，你嘛毋是基督徒呢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基督徒人生观、甲价值观、甲一般人上大的无共是啥？就是伫即个所在啦。咱会关心别人的欠费、甲艰难困苦，伫真侪受苦性命中间，你咧看见着我的责任甲使命。各位，若毋是安尼，为什么上帝爱将这耶稣基督来世间？每年到伫圣诞节，你咧庆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为什么上帝爱变做耶稣来到世间？食饱伤营33岁，30年的时间准备，只有3年会当为上帝做工。这款的投资报酬率遮尔低，为什么？各位，若毋是为着人类，为着人，上帝毋免安尼。总是今仔日诚做基督徒啊，咱要怎样伫迄个中间去学习？当咱做基督徒，就是因为咱白白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呢。2000年前，伊为着你甲我死伫十字架顶呢。2000年前，就为着你甲我死伫十字架顶。你相信无？你若无相信，你今仔日免讲做基督徒啊！咱无机会看到过我耶稣，总是咱亲像马可共款。耶稣甲讲：你虽然无看到吼，你相信的人吼，真正有福气啦。咱就是无看到耶稣基督过我，总是咱用信心接纳相信，耶稣基督已经为着我死过我，所以我甲伊同死同过我。每年过我这就是咱的告别啦。各位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基督徒是今仔日安尼咧学习，怎样用咱的性命来关心别人，来祝福别人，甚至家己牺牲嘛欢喜甘愿。马可福音书第10章45节，耶稣上重要的告别，伊为什么要来到世间？道成肉体，伊讲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是要创啥？是要服侍人。啊，毋是读到遮为止，后壁一句搁较重要，讲啥？搁为着救赎众人，献出家己的性命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基督徒今仔日称作基督徒是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学习耶稣基督的人，咱嘛爱共款呢。咱毋是叫别人甲咱服侍呢，咱是要啥？服侍别人，甚至啥？甚至牺牲家己来救赎别人呢？各位亲爱兄弟，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安尼呢。伊无罪，竟然互钉死伫十字架，阁是用上残酷的死刑，总是伊甘愿欢喜。为什么？伊完成伊的使命。伊真清楚，我是为着世间人类死伫十字架顶。互所有相信的人、接纳的人，
今仔日得到顶头生搁国外性命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当咱今仔日咧思考遮个代志，当咱今日搁一遍第4篇15篇咧学习，咱怎样讲这基督的温度的时阵，今仔日当然我是代表台湾教会公布来到咱的中间，搁一遍呼吁，嘛搁一遍鼓励咱大家为着咱的文字事工来关心甲奉献。咱敢知台湾第5份报纸是做一份报纸啊？台湾教会公布呢？全台湾第1份报纸是台湾教会公布。当时是别个的牧师来开始台湾叫做虎声报，当时拢用白话字写的。所以文字事工伫迄个时代怎样咧通过文字来报扬、分享基督福音的平安甲喜乐，正做台湾人民的祝福甲愿望。所以今仔日文字事工是咧提醒咱怎样通过即款的分享，互上帝国、上帝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通过文字正做别人性命愿望。61届咱的总会通常议会有通过一个真重要的议案，叫做《教会历史档案的管理办法》。这个管理办法是要提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即马1260间的教会，每一间教会咱真重要，要保存咱的历史档案。对咱的周报开始，对咱的教会小会、中执会议事录，对咱的这个周年的特刊，对咱真重要的这历史的档案，怎样会当好好啊保存，这是教会责任。因为这个责任要提醒咱。互咱以后的子子孙孙知影，咱的教会所行过的路，咱怎样咧为着上帝国正做见证，咱怎样伫迄中间来将咱的信仰，咱所个别的信仰，会当正做社会甲人民的愿望。去年2017年3月有出版一本册，叫做高俊明牧师的回忆录。这个回忆录有一个副标，讲磨难苦悲下面的信仰实践，磨难苦悲下的信仰实践。这本高牧师的回忆录，毋是第1本出，这是第2本啊。伊是将进前较早出迄本，甲伊扩充，互人更较看见高牧师的一生怎样伫侪艰难困苦的中间，咧实践基督的信仰。1977年8月16日，41年前，咱的教会发表人权宣言。但是当时，咱的教会面对国民党政权真大的压迫甲紧张，所以为着要草拟这个人权宣言，当时参与草拟的这个牧者，每一个人拢写好因的遗书。各位亲爱兄弟，今这本册内底，你来甲献122页。你看到当时高俊明师所写的遗书啊，这遗书内面有讲起着伊，当伊若是发生代志过身的时阵，嘛爱带着感谢俄罗心，当去上帝的身躯边。伊讲起着当伊过身，伊的个别礼拜爱愈简单愈好。伊伫遐讲起着伊的遗产，一半要捐赠予总会以及乐山新人院。伊讲到伊的遗体要送予中华基督教病院，感谢中华基督教病院对伊的老爸的关心甲疼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牧师为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要发表人权宣言，爱写遗书写好，再去草拟这个宣言。41年前，咱的教会为着要正做一个忠实基督的门徒，咱的牧者。都要先写好遗书呢。各位，叫你写，你要写袂？你要考虑无？各位，这是咱的高牧师伫迄个时代的信仰见证。除了伊以外，我家己真好的一个经验。1999年的4月18日。迄阵我伫总会担任总会干事，负责教社事工。迄个时阵，迄年4月份的时候，有一群人发起要用公投救台湾，要求即个公投立法，所以有一个绝食的活动。
将近要20位的台湾的勇敢的乡亲去到立法院的广场伫遐绝食，包括高志明牧师，包括赵东兄，因拢是其中的绝食的人。所以迄阵啊，总会教授委员会，我有拨真大一段时间陪伴伫因的身躯边。感谢迄个时阵呢，从我基督教病院派一台救护车，一个医生，一个护士，24点钟陪伴伫迄个所在。帮咱遮的公道绝食的台湾的乡亲，嘛有甚物款的问题时阵，随时会当关心。